今日咧，我哋由蓮塘口岸搭地鐵啦，去到呢個鹽田路站嘅 E 出口就出去呢個北山路。一出呢個北山路咧，就已經係見到三洲田水庫。我哋就去 E 出口，沿住山嗰邊方向行。咁你見到右手邊咧有個好明顯藍色嘅建築物，鹽田北綜合車場嗰個方向。過天橋，北山道非常易揾。藍色建築物，鹽田北綜合車場，隔離轉上，嚟到相叉位，石圍新村入口側邊上天橋，過對面，跟住個牌上。側邊上，整齊石級路，有牌路線參考呢度，回望，繼續行。深圳郊遊徑牌，手作路，呢啲路況越似香港。景色非常開揚，左邊係鹽田角，繼續行梧洞山，走到轉返石屎路，後邊呢度都可以跟石屎路上嚟嘅。駁返馬路，呢度有洗手間。左邊上，去一去雲海廣場。水庫呢度好行過梧洞山，因為少人。同埋啲路都係新整冇幾耐。涼亭位置，遠處左手建築物係雲海廣場，路牌繼續行。過橋。路線，涼亭，遠處係鹽田角，鹽田路下方城市，水管路。去呢個雲海公園。说森林房区，请扫防火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和火种上山。三洲塘，一開始講錯咗做三洲田，應該係三洲塘。好，到啦，入邊有冷氣，同埋有嘢賣，涼一涼冷氣先。呢度乜都有，所以唔使帶咁多嘢。
田路落去走。朋友们，您已进入森林房区，请扫防护码入园。落山啦，落到嚟大路啦。頭先雲海廣場嗰個路呢，都可以去梅沙尖。而家向下行就到地鐵站，封咗路，調返轉喺側邊呢度入，繼續落，搞掂，過天橋，落山，火車路。好，完成。